中华邮政伫去年营收是15亿9500万，创下新低。为了减少人力的支出，所以因整合人力。不过这嘛引起台湾邮政产业工会不满，因控诉基层的工时增加，工作量嘛变大。针对这点，中华邮政是讲，这是因应卡手的调整，透过均组化来平衡工作量，所以会好好沟通了后，才会推动。 无论出大日还是透风落雨，邮局的邮务人员总是伫外口四界走动，真辛苦。不过中华邮政去年营收刚15.95亿，创下新低。为了节省人力开销，即马传出中华邮政要推杀道地均组化，整合人力，引起台湾邮政产业工会不满。我们每天假如说有10个人要来跑10个区段，但是群组化今天找8个人出来。 跑10个区段，本身你要做你的区段，你还要再去分担另外那2个区段，造成我们同仁在外面投递时间拉长，你在外面所遭受的热伤害也是会加重啊。 工会表示，公司伫营收降低情况下，只有为省钱做起，因为道地均组化无一个标准，地区有一寡均组10至20个区段不定，各加每一个区段分配时间无同，一定会造成伫外口道地时间悠长，工时增加，也会造成道地时间变作无固定，有当时收会到邮件，有当时爱去就领强领，严重影响民众的权益。 无纸化的部分邮件量是有在衰退，那我也不是见解人，应该是工作适当调整、民主化的模式，都是先沟通过才是一步一步实施，不是说没有讲就直接实施，不是这样子。 中华邮政表示，为103年开始，部分责任中心局甲邮局逐步采用道地均组化，甲附近几个道地段整合做一个均组，是采用循序渐进。有这种的调整是因应人力调度的需求，让大家的工作量尽量平均。嘛已经要求各单位，若所要推动道地均组化，爱看所在，甲工会沟通并达成共识，再来推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